听袂落去，啊，讲拢在厝里咧困啊。但是咱是嘛是要了解，啥这节目爱叫做阿兄来。阿兄来收听。两个加起来就差100几岁啊。阿兄来收听。哎呀，啊主要是因为哦，咱沿路哦。坐这车哦，来到这个所在，这足特殊的。这个所在叫做什么所在？这叫做台南的新营。哦，新营。你敢知影？啥那台南这个所在，真侪地名拢有一个营。唔知。你台南你讲一个营，台南的地名。柳营。柳营。柳营。左营。左营高雄啦。高雄啊。下营。下营啊你？有中营吗？有啊，有中营。有左营，还有正营。无左营，左营高雄啦。正营是拍麻将叫我都正。但是有一个所在吼，我一讲大家就知影，恁会甲讲做是一种食品，叫做林凤营。啊对，有林凤营。哎，迄是一个所在呢。对。所以讲台南这个所在吼，真侪会使去佚佗的所在。所以咱今仔要邀请一位啊，为台北来到台南定居的，非常有名的一个女明星。来欢迎张诗颖。欢迎。金马你看看麦，迄个曲势对无？就知影讲伊是得过金马奖的最佳的女配角。我是讲得过流行性感。好大啦！你安那想要来台南？系啊。啊就结婚啊。是安怎你会捌恁即摆的翁？因为 internet 啊。internet。网络啦。网络。你迄 app 紧登录诶，起码月老看红线的方式足多。月老叫做烦恼啦。烦恼啦。啊，甲大家都加一个啦。好啦。啊，既然为台北来到台南这个所在，生活嘛拢无共款。应该讲，无结婚以前是住台北，啊结婚了就来遮，所以来遮算讲是开始经营我家己的家庭生活。哦。你唔就嫁来遮就种田啦，是啊。因为我唔知伊做啥。无啦，阮头家台南佫有一往来哦。哦，有哦。台南出菱角，你知哦？关田的菱角啊。够酸啊！够酸啊！哦，酸才最哦。啊，够文采。够盐水的风炮。有盐水的风炮。哎，盐水叫遮有金吗？算金啦，袂偌贵。我都来听听。我话你这台南的所在，你应该无啥熟啦。我拢住咧新营咧啦，所以较无四界走啦。好啦，你既然无四界走，阮今仔有请一个文史的工作者，伊对恁台南哦非常了解。欢迎来给咱介绍一个台南新营这个所在，来欢迎。欢迎。谢谢。这叫做嘉应信。这条街仔路吼，你可能了解啦。你甲阮介绍一下无？一般来讲，市区内底医馆拢是上楼的。上楼的所在。好，小等咧。好，来。八方云集，但是这个厝在特别对无？哈，哎对，古早是的呢吼。我人家的老对无？嘿，六角的。早是的冰店。冰店。嘿，啊，这个八方云集大家改这颜色较鲜艳。哦。啊，再有一个警察局有无？有。哦，这气派警察局，原底是新营的日本时代的市政府。市政府哦。市政府，军务所，军役所。哦，军务所。区域真大。哦，区域。真可惜拆掉啊。哎呀。警察局。但是嘛是政府单位啦，用我来查对不？哦。哎呀，啊，这间你讲嘛？第一银行。第一银行这间。伊这拢是古晋的哈。古晋来改对不？第一银行是圣豪起的。对。啊，是安，伊要起做类似像金字塔店。嘿。你安尼四平八稳，你还是较放心。哦，所以较早就。安尼啊，这种啊。这是交通台吼，但因摆吼，这是迄个咱咧讲叫台线台线。看到直接买啊！有啊。你这是买的哦。有啥宾馆无郑成功，郑成功。你敢甲郑成功直接徛马吗？哦，有哦，台南就是徛马啊。啊，这个人去对？哦，唔是啊，迄就是迄个新营新家新银神社的铜马当马。新虾哦。嘿，煞马。新虾，拜那个神社。日本的新虾。本来是新加买的，不是过来做的。日本来新虾，拢有放迄个铜当马。啊，这个新虾已经废掉啊。啊，所以只当马抓刷来交通台。
啊，交通台到底是咧创啥？交通台到底你有讲？我哋问讲交通台有主要个作用。指挥的迄个台啊，伊小无用啊，所以有帮遐指挥。哦。这个就已经跳桥啊。哦，古早时代有啦，敢若交通指挥啊，伫遐来一边动诶，啊一边来。我想讲是交通广播电台。我嘛是安尼想啊。我那是交通台。那电台那是个呀。关啊，徛咧遐指挥。哎，你好。哎，亲爱的大家好。啊，你麻辣凉面有好食无？赞哦。啊，你有卖切仔面无？无。啊，你有卖菜罐无？谢谢哈。哎，你刚再过来。你有卖菜罐？我袂乱问。拄则工作者已经介绍所有的物件，你拢敢知影？我唔知影原委，就亲像交通台，其实我嘛唔知为啥伊叫交通台，我问阮翁伊嘛唔知。在地人佫无啥知影讲伊主要什么作用啦。系啊，因为你大，你就跟他大嘛，你袂去了解为什么，除非你有经过。你是较乖啦，你过来吼，就伫恁厝的附近仔行，超过2公里伊就无要去啊。我这里头外样呢。你大概嘛无闲啦，伊爱去台北拍戏啊。啊对哦。啊，你在台南留的时间敢有多？对。无做事的时阵就伫遮，但是伫遮就要倒顾行李啊。啊，你一年无做事几工？像今年上半年就较有闲安尼啊。啊，今年下半年就较无。啊，你知影新营的特色无？新营的特色就是附近的一寡人口较少的所在，大家若是要买物件，啥拢会入来新营。这是特色。就是有吃啊就对啦。市场较有停呢。你迄自强，拜托，迄自强哦，即马袂输，敢若区间车的，逐站嘛停。只要差不多8、9点路里就无人啊。啊，毋是想要出去耍要安怎？无，没有这个选项。夜市啊是啥物？无有，但是拜六才有。哦，拜六。拜六拜四啊。啊，你毋是囡仔爱带囡仔去倒位？新营敢若会四界老去人顺产水安尼。去顺产。对啊，去东山食冰啦。啊，恁翁会带你去食冰约会袂？我结婚才来食的，所以无单论还是跟来吃。哦，我结婚了有带你来去食冰无？结婚无单论还是个代志。你无单论来？Internet。啊，就讲讲结婚开讲就讲要嫁互我无？啊，就讲好安尼。真正是。当初时你是安怎感觉讲伊这查甫囡仔袂歹，你怎要想要继续？你就你有面交无？面交？面会啦，嘛毋是面会。哎呀，会。见面。有见面啊，当然有见面。但是主要是因为我咧北部嘛，我做事啊伊咧南部，所以迄阵大部分时阵伫网络顶会讲话啦。啊，就是你就感觉，你会感觉到这个人，互我足大的安全感。安尼哦。真的哦。足实在的啦。啊，你实在时阵，伊就知影你是演员嘛。嘿。知影你是。伊知影我是演员，但是伊袂特别甲演员这个势头放做，敢若足重的，就是很特别安尼，就敢一般的。所以咱相处就会较就是讲你嫁互伊，你赶快爱去趁钱，爱去拍。系。我想要问你头一摆见面是倒位啊？你见面是你来台南还是？我来台南。你走来台南？走来哇！怎么讲？那我妈妈讲哦，无啦。啊，可见伊甲伊妈妈讲的，毋是即回事。啊，即爱来去你。我打工的所在。工作的所在啊。打工的所在。太惯了。无事头做的时阵，就爱去遐顾店。常去啦，我嘛有需要。1斤80块迄种的啦。小等下，咱要去时安怎这三个那才欢喜啊？因为我嘛有需要啊，我来打工啊。啊，你嘛要打工哦？是不是要去签？明白都逼出来啦。我嘛是要一届好个啊。一届好个啊！来做啊，来做啊。我去做一下啦。他但是得卖我海产啦。哇，掉头中嘛免转型啊，我来买厝啊。对啊。好，来去你工作的所在。来，转来。来，带路。新营在地。来。来，哎，你好我行呢，你若跌倒就很好笑呢。哦，新营嘛是热呢哦。嘿，一行数10名，哪行才会出名？难得。
咱来互伊带路啦，伊讲要带咱去工作的场所啦，打工啦，去打工的所在。你拍工的所在哦，所以啦，啊，而且看无啥店面啊，你我边仔遐有一块看板就大地。你讲这间哦，对间，这间吗？扛棒上大间的啊。这是恁阮翁哦，恁翁咯，哦，恁翁是在地台南人。伊在地，伊自细汉就伫遮，所以我对遮的所有的了解拢是透过伊啊。安尼借问一下翁诶，啊你是安怎甲拐来遮的？啊，伊就要对我行就来啊！伊安尼。你知影吼，因踮咧遮吼，表示讲你对菜馆这种物件非常的熟悉，对无？一点点我收钱尔啦，我负责收钱啦。咱加减捌听过吧？无你考，来，出题来。出题。简单的先问一下啦，吼，迄个台湾的职棒职业棒球，几队？这两差4个人。哦，好，安尼我问你，对，答案是对的。今年参加这2队台湾的总冠军是倒2队？哦，来好，拄则才跑，拄则才讲伊有做功课啦。来我下一定头我袂晓啊。真的，你也了解啊？我给你提示啊，第一队中，啊第2队桃。桃园哦。对啊，桃园。对嘛？对。啊中。中一下。你叫恁翁来回答，看一下。中是啊。哎，伊讲有经过考试。中信啊，中信兄弟啊，兄弟啊，我就讲我咧打工啦，我的本业唔是伫遮啦。啊，今仔咱来个菜馆行，唔是要来吃饼的吗？你一定系输赢，就看这道啊啦。我真正就有尴尬的，我真正尴尬啥？尴尬输的尴尬。用对我会也该会起厝啦，迄时阵会起厝，我看会起笑较济我上穿的算法是三车，啊然后4杯，一届甲买10支，凊彩大家人拢对啦。爱偌济钱啊？1000块，你10支1000块，我若买无到，我就目睭乌青啊，没啦，你无到算我的啦，算我好，的。拼了，这地上的，好来，我听业界要有伦理，对唔对？你几岁？看起来用对的，叫年纪啊！你拜托，叫年纪嘛，唔是你。我是要摕互你的，我就是要摕互你的，几个？对。情况妹妹啦。哦，快妹妹，是啊。较早下雨心跳跳的。 63。情况妹妹啦。哦，快妹妹，是啊。跳，较早下雨心跳跳的。控伊，哪知道有诶？控了。爱着几个哈？着3个就有啊啦，对两个。着2个。着2个。哎呦，300嘛。你要开几个？你对啦。着2个。哎，比6声哦，比6声哦。有50块。耶！啊，我6字拢无丢有无？这样肯定透啦。哎，6字拢无开呢。第1号66号我就掉啊，你就对啊，后壁19个拢无。无几间的啦，咱今规工哦，生理的点，就踮咧你家，那个走啊。咱卖转点嘛啦。他才管啊。我来讲哦，我哋观众朋友爱看咱无丢的表情啊。因为咱无掉伊就乱。对啊，好不好？海档的。这节目2点钟，咱就一日算这。来对哦，来对，带咱去食。谁老爸个转来安尼。哎，因为吼，哈，我算一道。你家己爱算啊！观众卡进来，我算一道啦。好一点。好啦，安欢喜啊，大家知影。我算着了。对啊，要到这4个看无掉。行，咱来老啦。行。迄天我有看到讲伊伫咧着金马奖的时阵吼，伊在台下顶咧讲话啦。
你感谢真侪人，但是你另外嘛真感谢恁翁。哎呦，啊，你莫讲真支持你演戏，甲即摆佫真支持嘛。哎，我想要知影你得奖的时阵，恁翁有啥物反应？一口呢，一考出来，而且我是结束了后，我看迄叫啥重播，我才看到伊哭。我唔知影伊性情中人，因为伊的个性较害羞啦。避暑嘛，避暑。伊唔是迄种会甲伊的情绪讲出来迄种人。我是感觉伊你的成就就是伊的成就，伊感觉要最骄傲的。但是你也知，伊足够演戏的哦。我之前捌看过伊搬迄落背后7日啦。哦，浩路北京啦。一般的人哦，真罕有法度接这款的角色呢。啊你。内底有足艰苦的迄款口戏，你是拢安怎演的？你是教因预先就教一下。对啊，这要安怎练啊？练互你安看。迄阵搬迄地时阵较少年淡薄，所以迄阵就是戆打啦，戆打，感觉讲啊，这做这个角色就好耍。啊，有人教你安怎演嘛？是拢你家己演的？家己演啊，无啥会教。好演啊！无啦，演甲着就是咩？我捌甲伊合作过嘛。啊，迄出戏了，我第一遍识识你嘛。系啊。啊，我竟然甲问一个无客气哦，啊，你是大特呀？做回来嘛，回来。啊，我唔知啊，我就甲安尼甲问啊。嘿，安怎讲？伊气质就好，伊无甲我回应啊。再问伊当初的心情，伊讲你是大特的时阵，你心看。你无甲发抗议吗？我袂记啊呢。你袂记啊？伊袂记的。我袂记。我敢会记哥哥人就好，我甲伊开讲啊，一直问伊较早安怎做的啊，搁做表演啊，搁做搬戏啊。无重要是讲伊讲你是大特。我位啊去，你就讲我袂记啊。啊，以后老人家伫落去讲，你是毋是大特？你会安怎反应？我拢嘿对。因为我咧做生意的时阵，人有时阵讲你是毋是搬戏的，我就讲无吧，可能明星脸哦。啊，你碰到有人讲你是大特例安怎？我会讲你这人爱遮尔无礼貌。哎呦，你会生气？一定会生气啊！因为有当阵啊，有人讲哦，要挑工要甲你熟识嘛，伊就讲，我还在，我熟识你呢。我讲哦，你莫啥话袂讲哦，我捌演过啥，啊，伊就讲袂出来。哦，无需要硬要讲攀一下关系，知就知，唔知就讲唔知。我实在人叫阿勇啊，伊讲伊台湾。我吞美瑞呢。我捌甲伊有趣味无哈？对过戏啊。嘿。因为演迄个王世贤的迄个某太太，啊，我是一个韩派因翁的一个人，啊，甲钱轻轻的我就走，你快去啊，快。你甲世贤啊，有啥物趣味代志？王世贤会晓演戏话，哎你这无礼貌，你这比问人大错还较无礼貌。为什么安尼讲？你知无？因为哦，伊搬喺罗麻大桥头有无？有够赞的。但是我唔捌看伊演过其他角色，所以我问你甲伊对戏感觉安怎？伊足厉害，佫会使演罗马，但是佫会使演迄种种啊，戆戆调调迄种，因为这个戏内底伊就是较调调的个性。这叫我骗。你看下你才把我骗的。这把我骗。阮甲伊合作过，阮是演一出迄款啊文学作品啦，短啊，差不多12分钟的。对，短片。内底你是演一个迄款祖囝过身去。对。我算你第2出啦。第2个某。第2个某。啊，话考就考，伊迄真正是3秒钟落落落来目屎。哇！你这厉害。确实有厉害。我嘛有甲伊合作过。你也你莫硬讲哦，对机。有就莫硬讲哦，对机。我就是个大特。大特是你讲是大特。至少你知我是个演员，安尼我就欢喜，多谢。演对机啦。头一出戏我就拄到伊。哦，我跟你讲哦，头一出规组的人无人要甲我讲话，因为我连拉背都袂晓。连迄个什么场务啊，人拢袂甲我讲话哦，敢若伊会甲我开讲。哇！对哦。伊拢唔知影。唔知啊，伊佫会讲，下班要去倒位掠着无？我甲他讲哦，唔拿这出戏，佫第2出戏，你做袂到的。伊会唱歌哦。阮2个人演的是对手。哦，哎呦，对手戏。伊好人我歹人。对，啊，毋过所有人拢支持伊，因为是大家的女性。
你咧？愈神经病。其实哦，咱这内底哦，甲思云捌合作过，我甲郭哥嘛捌合作过，甲雨欣咱嘛合作过，甲阿喜啊，甲海山敢捌合作过。我嘛合作过啊。所以讲有当阵啊吼，莫想讲哦，迄款做通告是你唯一的标准，爱跳出来演一下戏。阿喜啊，戏就演了才好诶。哦，还有买你安尼讲，我甲演迄款。洪哥，你安尼讲无唔对，爱有当时爱跳出来演戏，啊问题爱有人吹啊。你家己你就无礼貌，你就无礼貌。就无人吹啊。那个鼓励啦。我拄则讲的是海鲜有讲啊，伊讲。你连演名都唔知叫海产啦，海产啦，海产啦，问你啦，歹势，我会跳海虾。海产，伊私底下有讲，伊捌甲我合作过呢。这合作过啊。你讲的呢？演戏吗？就早以前。有无的无。那你讲。今日咧模仿的，迄伟忠哥迄节目内底，就早以前我就细汉的时阵，啊伟忠哥就歹的，然后迄阵我看哥哥好像骂了，我就嘛足紧张的。唔敢演，连伊拢红嘞。系啊，规场拢大家拢红。啊，你唔是爱用站嘛？轮到我的时阵，伟忠哥电话来，有代志啊，哇，好加载，好加载，会紧张吼，紧张，就恐怖演戏会紧张啦，哎呀，咱安尼经过了，甲咱合作过，有当时啊咱袂记的，爱因讲，对方讲起咱就知影。因为我对伊较歹势，我真正对伊较歹势，我唔知影伊是大特啦，唔知是大特啦，我唔知影伊是主角啦 ，A 机牌女主角啊 ，A 机牌女主角啊。啊，出来巴肚枵啊，在地是毋是爱带去食好料？咱来食面，食面，一间伫遮的老店，细细间啊，但是味足好的，甲别间拢无共。拢无共。是面无共，还是头家无共，还是生意就好，还是安？我生意嘛袂歹，嘛是爱排队的。但是因为阮翁伫迄间算讲自细汉，毋知较大汉，所以大概去头家拢知影，拢知影哦，这就像因某啦，啊，这就像因囝安尼。啊，你去头家，你敢会优待？优待一个，甲你优待还是？哦，有阮翁，我袂啦，阮翁啦，阮翁因看到阮翁来自然，迄面就变足大碗。汉早较大，你来了。你嘛是算一个优待啊。系啊，是。我来讲，连面咱来去，吼，郭哥做头前，吼，可以去卖叶冰。你讲国语有做刷脸，你去试看卖啊，路面啊，啊你若路袂过，就话你啊，新锐。对，连路看会过袂？好，路两碗大碗的，啊，你捌倒就腰的。对，你若个路无，阿姨，嘿，安尼3碗，哦，若真正无，甲海产。伊无，我炸皮包，我去卖想下呢。很有味道的这一间，这就是上好食。头家牛，哎，看这个扛棒就差不多上少40年。对，这种扛棒有古早味哦，古早味嘿。啊，还有老味的当出来。你好食无？这间好食，这间好食。你大家拢来食？阮专工啊，台北拼来遮食了，看卖啊！你看卖啊，真正有感动你嘛是自细汉食到是吗？我在地，你在地啊！啊，这间面店已经开偌久啊？哦，开久啊！你自细汉甲转细汉开始食的哦。啊，你拢食啥？建议哦。嘿啊。这较济啊，要咱建议。你今仔点啥？麻将，点麻将，哦，你讲的麻将，伊常用目睭紧打麻将，这样。哦，那个麻将，你算头讲话啦，这人听。啊，咱免哪济？麻将面高。免哪济？最近啊，运动。阮是迄款公共电视台机台啦。系啦。爱加看哦。系啦。系啊，你几岁？老先是。老德华。老德华。华董。哇，水啦！哦，来。黄先生。哎，这老味，这老味最厉害哦。物件吼，咱唔知影安怎
煮不要紧，在家就好啊。这个卤味就好食，伊的卤卵拢卤甲你看伊的色。哇，扁食汤，扁食，满扁食嘞，这大粒的呢，我跟你讲，你若煮食哦，都唔惊人食啦。烤龟哦，哦，这最好食，烤龟红嘛最好食。哇！这烤龟风这啉落绝对退火嘞。对啊，有这烤。都凉起来啊。无甘酒味，哦，最好啉。甘甜。对啊。扁食好食无？扁食好食，啉汤头多。扁食啉汤头多啊，唔通食扁食。啊，伊个牛肉面好食无？牛肉面我较少点。这便宜。这哪有咧卖牛肉面？哦，伊个扁食汤哦，就清甜的，清甜哦，甘甜味的。头家，阮姐姐有来这食物件对无？啊，你敢卖？捌啦，好，我就捌了。啊，因翁，你看因翁来无？哦，因翁过来啊！有熟的。大家拢知影我有这样啦。你讲吼，伊来这个台南哦，一定爱来食。一定爱来食，啊，无对不起头家啦。头家，你面酱开偌久啊？42档。42档哦。比恁搁较大。啊，迄把刀是。阮爸话，这顶伊92岁话。哇！啊，近100岁。近100岁，哇！老空间。啊，个甜嘞。不得了，你这大面，你这意面有够好食。对啊。但是恁讲你这麻酱面有够好食。这有骨头嘞。哦，够好食。真的吗？足好食。这拢刷脆啦，刷脆啦。你有食这个？真的好吃。意面嘛好食。啊，意面足好食。OK，啊，你感觉你家己的面好食咧对？算对家己的做出来物件，对人家有保证。这意面是头一摆食的这种口感，除了 Q 以外，都有脆，敢若香港迄捞面无？迄种口感足香的。啊，我拢爱食这馄饨面，扁食面，因为伊的汤头啊，较无共。敢毋是清蒸的，迄湿水就无共款。系啊，因为黑米啊。有黑米。面就叫来泡了黑米的香味啊咧。台北意面哦，食起来小可软，伊这卖。脆。不过伊的口感水饺咧，这拢家己包的，这拢家己包的，一粒卖偌济？一粒卖8块。这你拢家己包，你几点买起来包啊？包是的，包是包啦，啊若要起来就差不多4点半就该起来款啦。OK，你水饺肉搁香，内面有姜的味足重。迄姜的味，啊搁水饺皮搁 Q 个，哦，最好食。这生意就好，这一卖到6点半就无。哎呦，我你来传，你给他做地陪就对了。好加菜啊咧，在地菜单。你拄则这盘卖入来时阵哦，恁某张思颖就是甲你学落甲会得志。伊讲哦，伊钓金马奖的时阵，你在哭，是安怎咧哭？你是咧哭哦，你是咧哭。你是感动咧。啊，你比如讲，伊即马若恁来演戏的时阵，你感觉讲实在，伊是演了好。好，我认真。认真啦。认真哦。伊会去找较早有诶影片相关诶，啊，即个人物的背景，啊，历史都会去看，啊，家做功课安尼啊。你敢会去探班？会啊。会啊，我有当时就迄困觉去咱做小一台班。哦。哎呀，伊来就变出，我就有保姆车啊。哦，这就是家庭的力量。对啦。啊，伊你有包场啊，哎，对啊，你有甲包场，几乎啊。我问一个你感觉冤家啦？私底下问题，你敢过会记的？你的结婚纪念日做一天？好，我讲完你做伙讲哦。7、2、3。大概是。哦，啊，我问一个。头拄仔有听到阮制作人讲有一个要求，制作人有一个要求，就想要问讲吼，请问先生伊烫课的时阵是先烫正骹还是倒骹？来哦，为着公平，阮请几乎坐去遐吼。正面正手，倒面咯，倒手。倒骹就倒手。哦，安尼上简单。来哦，1、2、3。哦，一个烫倒骹，一个烫正骹。
我知影，因为暗时啊，都无咧开电火啦。沙无就沙无啦。像我脱裤嘛是安尼啊，我爱裤脱啊，我跳开双卡，跳开哦，我双卡，啊对啊，迄个型，迄个裤就伫遐。我知影为什么啊？因为伊的正边是伊的倒边。哇！啊，伊两个困做位啦，是安尼啦。对啦。啊，恁有捌冤家无？无啥冤家，就无讲话是无关系。啊是你离，啊是离家出走3工。我去台北做事就离家出走啊。对啦。啊，你的地雷是啥？伊做什么代志，你会遮赌气的？我足杂念的啦。哦，啊，伊拢因为生活习惯无共，我就一直念。什么习惯无啥共？卫生习惯啦，啊，迄马桶也不爱掀起来啦吼，啊，有时抓乱蛋，你话念？啊，你会念我这惯势啊，你拢无想要改进哦。这便所用咱来保育好啦。哦，啊，你去保育是拢免扫的啦，只有办完啊就免扫啊去保育。去保育你的专属的厕所。哦，你脏是不是？让我袂酸啊。无啦，你讲你在3楼，伊在2楼。伊爱去2楼的厕所，啊，我拢去后边车库的厕所啦。哦，这真委屈哦。嘿，啊，迄真舒适啊，迄是我生玩具的所在啊。哦。你会生玩具？你去便所生玩具啊？你敢唔是有去？啊，伊有生你的玩具。伊的玩具足大的哦。哈？哦，我唔敢问伊，伊讲伊的玩具。早知影我头拄嘛去个玩具室去看卖啊。啊，你敢有遮介意的？你有？同哥，我感觉你要开始啊，差不多要开始啊。因为我本身捌做过叶教授嘛。差不多。啊，我会看就每一个目睭内底吼，到底是毋是充满着爱意？对哦。你看一下，现在裸裸啊。我感觉哦。你敢若较爱伊哦，对无？看你的眼神，敢若较爱。是，必须是足自然的，还是你的？无啦，我即马问重点是讲你有爱伊无？你莫讲讲遐啊，你有爱伊无？好啊啦。啊，你有爱伊无？人家面店你大较正经。你今日你较正经，金姐啊！你坐来啦！人咧讲较正经的，好，你既然讲正经的，即马这拢唔是临时演员，大家拢咧看，啊，你无钱也袂使。这会看者，对无？恁敢爱看？好啊，好啊。因为我本身是演员呐，演员要做表演时阵爱付钱啦。好，听见啦？收10块啦，收10块啊！来，我听有头拄对的，股票有摕假的啦。我这里有对呢。哦，对啊，这张会使安尼压咧，安尼会使咧，1000块看恁收。他们要恁两个靠这张呢。啊，若无你看，头家也无要做面啊，嘛在看。大家拢在看啦。来呐！表示你的爱情啊！来。头家也无要做面啊，嘛在看。大家拢在看啦。来呐！表示你的爱情啊！我跟你 Q 一下啊！来，进。有满意无？有吼。这看你的。哦。你看伊主持人到真，唔捌看过伊安尼对无？拢面拢红起来，你看。一定系红的啊！一定人啊！啊你捌จิ้过无？啊你捌จิ้过你莫开门去开起来。啊你捌จิ้过无？啊你捌จิ้过你我到位家来。安尼有欢喜无？我安尼设计啊，这叫好无？啊好食无啦？哦，真好食。啊，刷要创几对？咱食洗了，再来去食咸粿。咸粿哦。咸粿，啊有足咸的。因为伊甲菜头粿有淡薄仔性质是无共，迄是咱新爷家拢会食的一种早餐。有吗？我小问者，你这有咸粿？好食，好食对无？大当然食啊好。哦，行，出来，哪食？唔当落位。来哦！我都有，就拍我这间呐，咸粿，咱会食咸粿，三个汤哦。咸粿，
盐粿。咱是啊，在这会早点来吃上好哦，这这了啊。这综合的来啊哈，这是阮的招牌啦，嘿啊，综合的内底咸粿，啊米肠，就是阮的大米肠，啊，搁一个香肠，啊，这三项物件拢阮家己做的。头家，你的店开偌久啊？50档。50档啊。哦。这盘就是大肠烟肠，啊，这大肠就是用大肠头。真功夫呢。一只猪头一条大肠头，这大肠头。阮的就多酱油、豆油加蒜头加辣椒呢，啊，这就是阮的过年前啊。大肠嘛真脆哦。迄大肠皮啊，佮甲煎落较起来，佮较酥，嘿。内底是用猪米哦，猪米哦。米头啊，长啊酥。猪米才芳啊。主要你这口味哦，愈薄愈香，在嘴内底哇，最香。啊，我食着土豆淋起来咧。嘿，有蓝土豆。关键生理才好。啊，这嘛是你家己做的哦。这刚是你。阮兜的物件拢阮家己做的。哦。咸粿嘛是哦。咸粿嘿，咸粿的米家己迄个赛来米的品质啊，编制啊。爱用一档的赛来米。吹起来厉害，一档呢？嘿，一档。哦，走起来，咸粿超好食。哦，咸粿真好。蒜头搁愈香嘞。够呢。哦。你菜头粿有古早味哦，我细汉时阵食菜头粿就这款味。好吃啊！真的，你食看卖。伊这咸粿真有够好食啦。佫足香呢。还佫 Q 啦，阮的物件实啦，啊，重点是 Q 啦。嘿啊，一般。迄个人讲萝卜糕还是菜头粿吼，食起来拢较烂。对。这几点开始卖啊？5点开始。5点半卖到11点。哦，透早5点半。购物。这是隐藏版的大肠皮。大肠皮。是大肠无灌的。我是无蓝胡椒。我会讲爱蓝胡椒啦。有的人会蓝胡椒呀。但一寡胡椒也唔好食。是啊。啊，无这用煎的呢。煎的。嘿，嘛是咧煎的。头家，你敢捌看伊来过？难。唔捌，我定定来食。真来无伪装。你无伪装啊？口罩啦。我无定定咧徛台啦。你感觉安怎？真好食。台北食袂着。食无这物件。啊，阮有免费的米线汤啦，我较喜欢。冇紧。米线汤是自由手取啊。哦。今仔互头家甲拢服务者，好无？歹势啦。下过来。拄只恁翁毋是第一店的，伊都免食啊？啊，免菜。爱付钱哦，爱叫人来去付钱啊。对啊。来哦。来，这够啊。哦。你是你 ATM。对，我 ATM。是你带。恁来遮约会。来，还是伊家己来？我带来遮。是你领地带啦。带来遮约会哦。我到遮包队，然后在遮。哦，我头尾讲唔捌伊啦，这个所在伊像这盐粿啦。你有介绍恁朋友来无？有啊，啊就唔免在地啦，唔免介绍来，这大。啊，你有带恁朋友来遮食无啦？我朋友来。系啊，嘛是啊。你有建议安怎食无？是爱掺蒜头，还是要掺酒，还是掺豆油？豆菜、蒜头、跟酱油。酒州。对，安尼就对。其实我是感觉吼，这种逐项拢卖掺哦，其实嘛真好食。原味的嘛，真好食。本身就有咸香啊。对。细汉的时阵，毋是爱写迄个大汉了的愿望、志愿。听讲你讲写你做大汉了要做总统。迄差不多是12岁、13岁，国一的时阵呐，初一。想要写总统。有迄阵细汉时，感觉做总统就了不起的啊。为什么了不起？你看我即马拢无拍戏。做总统会使拍戏高？因为朱元璋。朱元璋因大兄毋是因为拍戏抗日，伊就无法度做总统，做皇帝啊嘛。啊，我细汉时阵想讲我要做总统，所以我到今拢无拍。啊，所以恁嘛是阁有机会做总统迄种？你嘛有吗？我无讲嘛无拍，我假。问题是伊13岁想要做总统，你到即马敢阁想要做总统？无啊，当然无啊。我开始搬戏了，就甲较早想法差足多。啊，你安尼演戏演到即马，我会当做 everyone。哦，啥物拢会使演。对啊，较早敢想会使做总统，我即摆会使做 everyone。啊，
想要挑战什么角色？无演过。无想要。就我感觉每一个人的人生故事拢足特别，所以无一定爱什么人还是什么职业，系啊。因为对我来讲，大概做事拢是一种挑战。挑战。但是哦，因为每一人会想要挑战的角色拢。哦。你想要挑战是哪一个角色？无啊，我就。你有想要演女扮男装、女扮男装的？我想着我有扮女扮男装。有人捌安尼演过哦，单雅男女士。伊就是女扮男装，第57届金钟奖戏剧节目得一个男主角。你敢知落选的有啥物人无？甲伊同台竞争的人，就是桂竹鉗。伊去用雅兰子也拍败咯。你敢我？哦。所以讲会使挑战。无啥物无可能的代志。会使挑战。恁有啥物？挑战？想要挑战？恁出来你想计划要演什么角色？那拢是小三。想要挑战的就是小三以外的角色。小三以外，好人傻白甜马血赛，拿无就是那个杀手。阿喜啊！我就是有戏，我就要演啊，毋过就无啊。所以我较想要知影的是，若是无的时阵咩咯？我感觉上久2年还是3年拢无拍戏。但是你有做别项代志无？有做别项代志，毋过无拍戏，因为我有一个问题，大家看到我就想到我伫咧综艺节目的效果。我足食听到导演讲，你若面吼，就是做一个人物，就是莫互我看到阿喜。哦。我若是听到，我就会感觉讲哈，这足困难的哦。因为每一个角色内底嘛是有淡薄仔成分是你家己的。对啦。其实你讲的哦，就是所有演员哦，爱去突破的。比如讲郭哥甲我，阮拢是模仿出来。对啊，阮拢综艺出身。真侪人拢讲啊，你模仿的人是安怎会晓去演戏？因为实在无法度，你无甲参照郭哥吼伊的人生捌起起落落，迄种心情，用迄种心情来演戏的时，你就无啥去想啊，因为伊的本底就是伊经过的代志。这是阮较正版伊的所在啦，对不对？但是恁自细汉就出来做。但是我嘛是会安尼想的。我咧演迄个茶金茶金的时阵，我嘛是感觉我的表演敢会互人看到我全出戏。哦。就讲是迄个模仿迄个人物啦。你拢入围啊？对啊。我敢叫叶兰那个。你叫阮？唔是啊，我至少唔是叫大特拍败。伊真正袂歹，袂歹啦，他真的不错啦。嘿啊，啊你感觉离开咱这度去做别项代志？30岁左右吧，差不多复活期日迄阵，伊当要上动的时阵，我离开表演这度，啊去做是去公司上班。做就是因为生囝嘛。想要体验无共款的生活。对，想讲我的人生如果唔是因为我读这嘛，啊毕业嘛做这嘛，我就想讲如果我的人生唔是安尼，是去公司内底早起去上班，暗时吼下班，还是啥物生活，就突然间想要做这种过这种生活就去啊。是啥物公司？我捌做过婚纱公司啊，做过迄行销公司啊。哦。做无久啦，做无久。安怎做无久？因为北来佫想要演。得奖啊啦。哦，已经得奖啊！迄阵拄好嘿，拄好得奖，啊，就想讲安尼天公伯安尼安排什么意思？所以讲出去外口踅一个，搁倒来做。那个时阵哦。就是那个。其实咱这度吼，若要做吼，一定爱足有大兴趣。你想要转道吼，你到尾来过嘛是过倒来因为这种是你上大兴趣。毋过洪科总足过分的，头拄问阮两个，有一个人无。我已经想好要演啥，结果你把我跳过人过。你无甲伊跳过。无啦，因为你名叫做海鲜。海产啊！我说唔知海什么人啊？你两个咧讲，我就惊我过，你想爆，敢我想要演啥？啊，我就想讲海鲜，唔是演虾啊，就是演鱼啊，无就演鸭。车转甲动落，我转甲坐落来。好啦，海产，你想要演啥？我量，无啦，我嘛就想要演一寡正经的，我嘛想演过啊。大家像我演的拢是一寡雪啊、海啊，或者是迄种变态的迄种色龟迄种的。甲我人生本来就共款。我就感觉无啥物挑战，我想要演看嘛迄种足正经、放感情的。
男主角。嘿，无要，就是迄种感情的戏，甲妈妈甲爸爸迄种，嘿，都会使。证据。我要互共款就无共款的我啦，我要讲正经的，叫你给我跳过安尼。对啦，我试看这些。较正经讲，甲爸爸妈妈食海产的时阵的事。不啦，其实讲哦，即马吼，若有机会哦，我是感觉艺界人哦，一般拢伫咧厝内伫等机会。咱来较接来个，比如郭哥，你敢有熟悉？伊若演戏，你就去探班。我探无。你若伫咧厝内，一日到晚看要刮刮乐，还是要说？迄无效啦。若有人演戏，你就去探班。你看，我这个学者。啊，去熟悉遮导演。我无啥熟悉嘛，会使去嘛？拢嘛去啊！你若，你啥物时阵要拍戏？对啊。我已经无啥戏头拍。啊，无咱死会去探班嘛？应该是讲。赢后。我马上要去嘉义拍片。哎，即马上有戏的是伊啊。所以讲伊住新营，哪有住偌久？对啊。等明仔载搁走啊。啊，是因为今仔咱要录影，伊才回来。原来是安尼。结果去影响人拍戏。啊，但是这个行业哦，就是失业、上业中咧徘徊。你若有戏接，你就上业啊；啊，无戏拍，你就失业啊。啊，我本身我是感觉讲，甲家己当做一个店面。哦，平常时我就练身体，甲身体练好势。啊，若无戏的时阵，我就拄小月、拄小我。啊，若戏来的时阵，我有这个体力，通好接戏，哎对好。哦，来对，还是讲健康。随时要甲家己准备好啦，无多做大代志，等别人出代志嘛。你这种就是大特的。大特质。乡亲啊，欢迎！赞！对啦，又过来到咱新营哦，到咱乡亲耍游戏这个单元，大家咧抢红包的时阵咯。啊，咱今仔乡亲啊，有个队伍哦，来，南宫，好。支持就好诶，支持大波。虽然迄是大队的，但是这边还佫有两组较细位的。下回走的啦。啊，先来访问一下，咱是啥物队？好野队。好野！既然有一个好野队，这名叫做三家队啦。你知道啥物队？高野有武告战队。高野武告战。好。对啊。咁啊，南宫。各高中的学生哦，做一队，因人数足多，啊，但是咱的好野队甲高野队，原来无咧认输的啦，啊，拼落就知啊，红包啦，哦，抢红包，啊，但是咱即马头一关是啥物？头一关要送的就是乌龙茶豆。乌龙茶豆。刚刚已经来啊，到底是咱佚佗咧？来，啊，hier人拍个鬼，啊袂啦，啊袂，啊你等下比咧开始是了后，伊就爱安尼白。手会使摸着头壳，手袂当，那有可能啦。伊要先花车，嘿，先花咧，怎么可能？你即马是咧踅车啦？我那有可能啦，这袂假啦。我做一个模范，互你看呢。安尼个规安尼变过来啊！啊，伊也都拢无咧运动，安尼啦。你叫红哥，你试点互你看。红哥啊，刚刚红哥，啊，过程袂当落来哦。安全第一，你们头壳先落去。下等下卡着咱。哎，我安尼。天空。是啊，你讲啥？我想。啊，你讲啥？是啊，你讲啥？我想。啊，你讲啥？无简单着。安尼就失败，卡啦手拢，人头卡啦。变面就红我是上来。你敢若高起啊，来？敢若穿起来，敢夹起来啊！我感觉恁制作单位哦，一点仔都无辛苦。安怎讲？这自头到尾，若真正有人会过关，安怎？你讲，咱是要互伊红包对无？对啊。然后一个过关，对，咱就互伊一个。是。哦，啊段的咯。我想你要加红包咧。我想要搁加红包咧，其实会使搁加一个啦。你要加啊？因为太困难了。来，第一位。来，要自我介绍一下。
南关高一的。高一嘞。老威啊！咩大名？罗威一。罗威一。赖威一。有信心无？捌试过无？我唔过伊很超应该蛮超的。你问过啦？你看伊的 T 恤，田径队。有在练哦。我讲哦，有人田径队，就是单纯。田径队 T 恤啊，我是有650，然后一领差呢。恁咧介绍的时候，伊咧后壁讲啥啦？要这嘛，我请真。有信心无啦？有啦，加油！你有练过无？有啦，有在练啦。有练啦，还有无？黑白蒙。我你可能足紧就面足红的呢。我是比赛体能是比赛面红的呢。免惊啦，当然说热一定会成功。说热，伊说热威的。哦，准备好。加油啊！预备，开始。豆豆啊来啊！水哦水哦！哎呦，慢跳。老所在可以看。哦，开脚嘞！哎呦，是哇！起码快背开，现在是核心。我这无可能的，这无可能啊！开，这可能点了吼，掉差不多半点钟。伊丢筋，伊讲伊丢筋啊！会使。加油！哦，开个哦，水！丢筋啊过哦！所以刚捞着，伊背起来，我落去了丢筋。你落去了丢筋啊？丢筋啊啦！啊有好无？是紧，加紧。不要紧啦，有红包就不要紧红包了啊！红包来，快一些！太厉害了！啊，安尼过到红包。赞！来，我第二位。哇！来，自我介绍一下。我叫蔡中伟。蔡中伟。阿伟啊！几岁？啊，无啦，我高二的。高二的，他多过关的是恁同学哟。学长。无啦，我高二的，伊高一的。哦，白啊啦。有信心啊！有啊。来，加油姐！金牌。我用最多。开始。哎呦！豆豆来哇！应该会哦。哇！落落啊！哎，哥哥休困啊！你去用淘汰啊？嘿，你讲你哦，他真哩碰着头发。是要搁互伊一届？是要搁一届？买过呢？无啊。太济吼，因为红包有限啦。3个。谢谢啦。是红包有限啊，是后边足侪人去参加。谢谢。好，过来第三位。换女生，把握呀！我跟你讲诶，哇！哦，你有叫协会来参加吗？像给你出来。叫像老师叫我来。老师叫你来，老师来啊！你若无过，老师来就。好，对呀。慢慢来啊！加油！豆豆来。你给阮大站掉啦！他是这个啊，真厉害啊！真厉害啊！因为你的失败引起着老师的愤慨，所以老师嘛爱来一遍。对，哎，小等下，唔知伊叫啥名？大名？翁意涵呐。翁意涵。啊，你老师是叫几位啊？谢老师。是背心的啊。老师来，你是组长啊。组长阿红啊，阿红啊，红啦吼。阿红啊。哦，这学生拢你叫来参加啊？无，自愿的啦吼。自愿。啊，你拄则在看到3个安尼过，啊，你有信心无？无。哎，有红包呢，敢要试看卖啊？好啦，会使啦吼。好，加油姐！1、2、3，开始。会使哦。有，丹田出来，丹田左脚厉害哦！卡过，右脚往下。哎呀！所以讲话较困难的。你唔当是讲做老师才老的哦，老师嘛才喊慢的哦。老师。
好，老师谢谢，看你的学生啊吼。我先甲老师问讲，这个困难度到底伫倒位？甲学生小讲。伊都无过呢。咱问题有过，你都无过，咱问题有过，哎都袂过，啊你平时问我都好啊，我感觉哦，困难度哦，就是你要淡定，你要爱坚强。你嘛无过啊！都爱你笑，下个礼拜你歹看嘞，都爱。好笑啊，笑甲了。好啦好啦。期待，谢谢老师。过来，我高几个学生？高二。高二。刘雄君。阿君啊。啊，你看头前几个，啊，你感觉你比过伫对？我嘛袂晓呢。红包就大包呢。对啊。加油啦哈！信心嘛，好来。跟你爸爸妈妈讲者，爸爸妈妈我做电视啊。什么名啊？爸爸什么名？阿良。林家那玫瑰啊啦！阿良。哦，阿良谁到？要不？爸爸做电视机头就用红兵啊赞。哎呀，好来。准备啊！阿良谁到？水哦！阿良啊，你囝伫遐食阿良，什么叫做查某囝？哇！你甲看，较高诶！水啦！加油！你手先快，无代志，也有机会。阿良，你有看到？阿良，你今日成功啊啦！阿良，有机会。我这看不来，我刚刚买导游呢。哇！最要接，很小，头已经出来了。我给你们今天我无时间的限制，你小小赚者，较大来咧，头都出来啊！后一位，嫩皮啦！我还没钓到久啦。讲笑啦！你还要笑？你来，我就看到头就出来啊！害你的，你讲不要紧，哇！本地是有机会钓啊，我厉害你知影无？讲笑，互你笑。我安尼啦，你上尾也伫倒钓的，你个比他开心，你嗨起来就准拄好啊，好不好？去会无烂啦！无烂，我到无。试看卖，加油！来，阿良谁到？加油！一支卡这有够有够难的。他先跪，他先高嘞。哦，这有哦。 OK 哦。伊个给你变过来呢。伊种颠倒头皮过啦。低调。本来是讲看你脚已经过去啊，叫一个看一个头壳。在后边。你哦，搁一遍就搁好笑。无啦，好，谢谢啦，谢谢。下回做诶。啊，大名？上官。关汉威。哦，上官汉威哦，食什么头路？运动教室。运动教室的啦。来，加油！阿良射到，慢慢来哦，无限时间哦。运动教育的哦，运动教育的哦。哎呦，哦，又。哎呦喂啊！谢。哇！相关的这个不是表演前滚班，我看都叫前滚班。好，啊，即摆邀请你的队员。啊，你米甲遐内底去，啊，你一看就你出力啊，你啊。对不对？来，来啦，看来的啦。叫什么名？下回周。头胸舞。图啦，对，重语。对。头胸舞。哦。我这个爱手尾力啦。来吧，爱来总是爱来啦，该来。阿良谁到？这有策略哦。你看来哦，你看，哎呦，你睇，我有看到第三支手出来。乐器讲话。你落去就会香香，唔知家己伫喺度，风向会唔对。安尼对，慢慢先过就过啊啦。有可能这次来拢无想到讲，伊今仔哪会伫桌仔顶做这款代志。你是不是嘛无想过？要当初就断掉呢，说，无简单吼。真正无简单。哎呀，阮制作单位我用心嘞。阮制作单位就是无用钱。
我感觉他。头一个让过，哎。散狗，你还算代表代表咱夜联队哦。我试一届，我试一届。所有的观众朋友讲，我甲你上三工啦。加油！预备，乌龙蛇道。加油！加油！海神加油！海神加油！有啊。有可能哦。没有夹到。我甲你夹的，你夹的，我本来是讲你这届最有机会做机会哦，这成的哦。你有感觉讲你伫算的过程当中，你有听过水鬼无？伊是倒开，到点起来爱应用。主要是连他就拍高过，就拍高过，这第一就听起来就厉害。其实咱请郭哥来去看卖。哎，各位，这个机会20几个呢，单杠。郭哥，有可能啦。尽量啦，对啦。哦，可以啊。哎呀，哎，你是不是后悔来啊？后悔来啊！啊，我干嘛？啥子样的卖来啊？老伙仔做乌龙蛇刀。B。这什么路去啊？哎，厉害呢，心急调的。哦，好厉害！哎，很厉害，你最厉害了，最厉害了！加油！但是会也是两个字，เขา会讲话。我来讲，观众朋友大家拢感动甲流目屎，老把赛，差一点啊！老把赛够无够，老会这样。无啦，咱就有会啊，还是卖啦。所以咱这个游戏哦，敢若一个人过关了哦，迄个少年家啊，所以咱过来进行后一关哦，来进行后一关的比赛。所以讲咱这个的名叫什么名？就条。啊，咱有迄个比赛规则呢，咱请咱思颖甲咱解说。好，咱小等就在茶坊顶头会徛4个人，两个哭的，两个起来，两个坐，两个起来。坐哦，坐，你是坐吗？对。好，啊，下骹这棍啊吼，会对下骹摕去头前啊。两个人摕这歌哦，吐来，好，房啊一直对头前。顺来背啊。嘿，敢若空白啊，共款啦。这真正考验团队合作。对，是哦。速度唔通伤紧，啊你替人爱较紧。啊你伤完都，大家底下都唔知丢丢丢。会人手啊，搁会去夹掉。安全。所以咱比赛呢共款，那时间愈短。咱咪送红包，哦，啊，咱分做6队，咱夜联队先开始。我先开始。是啦，因为高压队哦自动放。但是你甲阮当做观众，讲加油啊！加油啊！哦，啊，所以呢，咱用时间来做标准。嘿。啊，头一队呢就是夜联队，咱要派多4位咧。就是除了咱两个。哎，那这么简单。好，啊，在这比赛过程当中，不管你是哩浪乱安怎落来，你一定要为起点甲终点。啊，袂使家己甲家己冤家哦。吼，你内底袂使家己。怪讲什么？你吐血，对。该散落去了。对。哦，一定要甲起点啊，甲终点吼。哦，甲阮艺人加油者。哎。预备。袂歹，收紧，没有，速度袂歹。你练手，过了就后悔哦。来。哦，一心来教，一心来教。一心，各有他强能力。太快！快！去下边安怎？多慢跑。自由！起来！马古！好，上位！你还拼啊？
老惊都无要滴啊！来，路易，太快！我滴啊！我困啦！剩一公尺尔。啊，是阮无困到买。停！我后边路。八股，好气啊！今日最后一个。哇！过来！过来！哦！分数是2分06秒，加18秒。好，马上来看南光队的。来，啊，这队。来。南光国中第一队，哇，4位已经准备好啊。来个访问者，问看卖啊。来介绍者，叫什么名？我叫王静瑶。阿瑶啊啦。来，叫什么名？我叫黄良佑。阿佑。你什么名？好简单。阿破。我叫林永辉。啊？阿辉啊。阿辉啊。咱4个是拢好朋友，拢较好。啊，若输要有要紧无？袂要紧哦。啊，那赢咧。奖金想要安怎开啊？要咱分的，4个人爱分的。我可以好。来，足忝。预备。啥来呢？够稳的呢。他们间距算得很好。八股。变了。在那赢啦，跟别去这。豆豆来。卡掉嘞。这肚袂行啊！这肚袂行，我出。阿婆，加油！好快啊啦！好啊，路过啊，冲啊！你们卡靠不会入去啊！小不甲吐一个啦，甲吐一个，哦！我感觉这队哦，足好笑的是，随时你在底尾啊的时阵哦，恁袂输敢若铁达尼号要顶准。坐救生艇全拢走，拢袂顶袂动呢。你感觉4个倒一个无团结，怎害你输？像的问题啦。我。你的。哦。你要打就对啦。等下，刚确定已经输啊。恁爸爸有咧看哦。哦。你啥物名？阿丽啊。阿丽啊，后生啊，恁后生哦，2分58秒啦。哦。好加载。哦，只有靠恁其他3队看有法度赢无啦哦。好，谢谢哦。来。好，再来欢迎后一队。哦。咁啊，我哋这组叫做好牙队的。好牙，来个访问者。小问一下，新年还是也回来。为什么是恁4个做这队上走起来？走起来。嘿。哇！谁甲你招的？你招的哦。你招的哦。哦，啊，你好朋友剩这3个哦。啊，有信心无啊？哇！哎呦，OK，第1名。来，我介绍一下。我叫阿婷。阿婷的姊妹啊，叫做阿鹏。阿婷阿鹏。阿这位咧。小五。阿婷阿鹏。上官。啊，若无过就伤心啊。哦，准备啊哦。足忝。哇！有哦。哎呦，好呀，对，加油一下，来，加油一下。哎呦！你两个做这个最厉害嘞。你个 tempo 伤好。收紧啦，这无时间无够长啦。收紧啦。你个 tempo 伤好。收紧啦，这无时间无够长啦。收紧啦。这欠钱哦。哎呦，厉害！这欠钱诶。收紧啦。规地方啊，过去哦。真厉害呢。哇，这社会队的这无简单哦。有社会经验就是无同款啦。
无，我过，路过，买溜为准，以买溜为主。标准，这不溜的呢。我在边仔甲咧观察哦，伊厉害所在是这个啦，因为坐咧头前的时阵哦，伊坑了足好势，坑到较后壁，你是毋是迄个肉粽节你有白灵豚？从这好过的这样。厉害啊！哦，恁要看卖啊，恁的时间差不多几秒？哎对，你要看卖，恁的时间。 50吧，50秒。一分内底，你有教主席。你这看会起你？哎对。来，各位，58秒。爆炸做嘞！你快无晓啦！我就走。哎。我哋换到咱的南港国中第2队，来访问一下。哦，这个穿乌衫是代表什么？有信心的对。还是你是总拍篮球的，我会拍。哦。叫咩名？阿亨啊。来边这位咧？阿文来。好，摕这个这两位，你两个最重要的哦。阿汉。阿万的啊。中气十足。哎，你两个控制速度，你两个最重要的。愈紧愈好，吼。为了放弃上好。你拄到中的时阵，你若发现中也是要卖我，好去啊！路过啊！讲你啦！放啊，只啊在超过红线。但是人袂使落来光光啊啦，吼。大家要有信心嘛，来。南港高中2队是足忝。加油！对啦！手在里哦。有。水哦！袂歹哦。水哦！哦，水呢？有呢？节奏袂歹。水啦！路过。恁感觉恁家己的时间差几秒？50秒，敢有这有信心？其实规定内底哦。无信心嘛来讲。对，水啦！无信心嘛来讲啦。哦，你伫遐学校是班长之类的无？是体育的高长。好乖哦。敢若只爱讲话呢哦。风落高长啦。恁感觉几秒？50个。唔对，有人会对袂？40个。没有，刚刚。小二。阿姨啊，真正的。假啦！你遮准的呢？成功呢？45秒啦。哎，足厉害呢！冰哥要找你抢啊！看卖啊，后一队我都看你的记录。对啦，你即马45秒已经足厉害啊！足厉害啦！啊，若无超过45秒，红包就送你，好不好？好，来往后一组。来。是什么款的力量，互你想要安尼挑战？因为阮高野是足团结的一个迄个社区，所以阮一定爱出来一款。对。大名甲阮讲者。志明。这位。阿秋啦。还有什么名？华姐啦。华姐啊。阿秋啊，希望你会使得到好的成绩。好，来，专心来，预备。足忝。袂歹哦，有机会哦，紧来，爱过嘞，阿秋啊，加油阿秋啊！袂歹，有，机会来啊！进来哦，高牙，高牙，出去！加油！来如何？吹了，袂歹，要搞。过来！
我感觉是阿秋啊厉害哦，这龙头过落水，哦，速度平稳，对不？啊，你嘛厉害，你嘛厉害。你看四组哦，你慢慢啊安尼调整这个脸啊，哦，真厉害。但是无简单啦，无简单。别人若讲你是第3名哦，啊，恁就是第3名啦。差不多。因为第1名45秒嘛，啊，伊是1分07秒。嘛袂歹啊。第1名是咱的蓝公，李队拿球声，恭喜啊，恭喜！好 ，OK， 希望有机会哦，还有机会来参加比赛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恭喜啊！恭喜啊！恭喜！好，咱就后一关。哦，来到这关叫做输赢看这球。安怎看这球？就看就知影。咱本地在市内，即摆在市外。年纪也大起来。不是啦，一条歌啦。你安怎你拢唔知啦？系啊，本地是内底，即摆在外口，可见这个比赛啊，已经足激动的。嘿，就忝的啦，愈来愈精彩。精彩吗？哦。因为这个输赢看这球，倒一球咧？倒一球咧？安怎？来解释。啊，就是咧看红色的迄球。迄球哦。嘿，这要安怎看咧？就是2个人一组，来第一阶段2个人一组，一个人徛同遮，好注意安全无啊。啊，另外一个人徛伫咧另外一边。哦，放在对面。甲水球拍，嘿。啊，你爱拎红色的球，啊去甲切无破。切无破，全部啊顶悬有一支针啦。甲插到破啦。啊，插破了后，你就有第2阶段。你就得分啊。第2阶段另外一边就有2个人。2个人哦。加1个人等啊。嘿，啊，你一拎红色的迄个，插着红色的迄个扣绳。所以我因2个人内底有人等白色的，别插伊，伊若等红的，你插个破。啊，那红色的无插到咧。你就输伊啊！这简单，安尼，啊，可能甲第3阶段、第4阶段、第5阶段，看伊中偌久就对啦。对啦，是看红色的这球啦。哦，输赢看这球咧。所以目睭，吼，一直袂使毛病哦。失望的，失望的来参加，一定是输的。啊，感情者，啊，即摆倒一组要先开始。麦克风我拢叫。你麦克风啊？换好啊。好，咱即摆是咱艺人队先开始啦。艺人队啊，拢是帮友啦，帮友的啦，帮友的啦。哦，来，就位。来，输赢看这球，艺人组第1球，加油！阿欣啊！阿欣啊，拢好你啦，拢好你啦！哎啦，卖我等你啦，够好无？你先装啥话啦？糖炸啦！什么糖炸？你跟我麦克风无啦？你啦，你去接啦？去迄边换伊来等好啦。我伤紧张啦。你伤紧张？你家电话坏哦？紧张球会破。我地伤暗呐。我跟你讲啦，你用碰的就好啊啦，你莫地啦。对啦，太习惯我被地。我被阿杯。哦，对。来，搁一个。那你咧算我等你啦。等好啦。后个球还未出来，都已经落去啊。来，输赢看这球，艺人组。阿欣嘛，拢好你啦！哇！哎呦！这就是目睭吼，看会到，吐袂到啦。球伤紧，一落落来时阵伤紧。啦！你刚刚站的比较前面。搁一球啦！好，哎，红色的球差不多用完了。差不多用了啦。好来，输赢看这球，艺人组。阿欣，拢好你啦！哎，有机会。哦！差就过不了。搁一届啦！输赢看这球。阿欣，拢好你啦！哦！有吗？有吗？你看老板，你擦红的哦，擦红的哦，啊，家己看哦。来哦！我下丢人哦，啊，可惜就1分了呢。就1分了。哎呀，好啦，先拿。明白。真困难啦，困难。我给你哦，真要水沟，你要被潇洒不？潇洒不？哦，这里简单嘞。简单啦。好啦，我后一组。后一组。来。好，南宫国中第1组，输赢看这球。
球。第二关。对啦！对啦！哎，你为着要水拢无钱。第三球啊！海山，你是不是在海边？红色的你无听过？海山，教练来，教练来啊！咱人站红色的，你站的哦。超像。你若要垂直安尼站，你就家己注安全带啊，家己插我对对对，好，你这次就有机会哦。加油哦！第三条会记啊。南港国中第三阶段输赢看这球。足强诶！南港球要落来时，球要落来时阵，佫差2公尺呢。伊会使两个箭步，两个箭步就去我讲哦，第4粒啊哟。哦，来，哦，无简单哦。输赢看这球，南港国中第4阶段4粒球。哦，伊咧做好全咧表情，拍了了，伊讲，那只简单的感觉啦。我来讲，阮后壁拢总有800几个人，下面咱等800几粒，我看你要哪是。做伙嘿，来一个红球，看你安怎是。第5粒啊吼。哦，来，第5阶段南港国中5粒球。你搁要回一摆机会啊！好啊，爱等下会。教练过来了，教练。是讲什么人等的？这粒嘛是嘞，这粒是红的哦，拜托诶。你们都同班吗？我是你等的。没有，你已经5粒啊！到最后一节。你等就是等着我甲红哥。哦，迄个等都袂晓等奇怪，等唔着是安怎？咱拢卡等去。加油！来，输赢看这球第5阶段南港国中。哦！哦，今仔个真是嘞！哇！哦！什么名？张水成，爸爸，张水成啦，已经破纪录要破纪录啊啦！第6粒啊！输赢看这球南港国中第6阶段6粒球。有哦。是啦是啦。红的吧？红的是橘色。我啦，无来4粒啦。 这粒嘛是吧？这粒嘛是啦。当然就变2粒啊。哎呀，这这粒嘛红的。哎，两粒。红色的吗？你1粒吼已经破2粒，伊看红色的，伊过来已经冲过。安尼算有啊？有啊有啊有啊。有啊有啊，有2粒红的。那有算过，咱我请甲鼓励者。我都唔信这厉害。来，输赢看这球，南港国中高中第7阶段7粒球。哦，伤困难啊啦，房啊拢白开啊。伤低啊，红的迄个伤低。若较悬，伊绝对接袂。我甲你讲，因为吼等到尾啊，等球的人哦，手无力啊，有压力。哦。因为接了伤好啊，所以讲伊这种接几粒。已经无简单啊，6粒。 6粒啊！ 6粒6粒。来，拍手甲鼓励者。啊，成啊真厉害。哦，即嘛换后一组。好，好野队输赢看这球，第1阶段第1粒球。有啊，对啦，有啊，对，好，标准哦，标准。第2粒。来，好野队第2阶段第2粒球。伊用另外一支针去甲接，这来裁判要哪？伊马上接啊！嘛甲突破哦，伊舞唔着边啊！用轻针去甲。你头壳顶这侪支，你就用硬要用迄支甲突破。再给你一个机会哦，因为正常哦，无人用迄支的。对啦。 好野队第2阶段2粒球。哦！有啦！有电梯啊！
野队第3阶段3粒球。有啦，有啦，对啦。奇怪，因咧算咱淡落落。哎，阮那边，他们已经洗面啦，洗面啦。感动的哦。太靠啦，佢就是只一隻球啊，好簡單啊。來，好野隊第4階段4粒球。水啦！水啦！我有破紀錄，有破紀錄，你有可能贏紅包哦。哎，好野隊第5階段5粒球。水啦！水啦！咱袂使无心，蛋都就好。系啊，这个没这比较标准的，这标准哈。哎，别去玩，别去玩哦。白手啊呢？你搁接一个白手啊？来。好来，好野队第6粒球。有啦！我咱该崩起啊！哦，这边嘛真欢喜的，带球嘛真欢喜的，大家拢真欢喜的。咱有算到啦。 6粒球啊，第7粒。好野队已经要破纪录，第7階段7粒球。哇，贵啊呢！愈混愈狠。今日升甲恁这队，阮就无球啊。哎呦，哎呦，你有信心？还是咱大家拢来去等看卖啊，好无？大家拢来等，的吼。 哎呦，你有信心？还是咱大家拢来去等看卖啊，好无？大家拢来等的吼。第8粒啊，哦，这多人，这多人啊！来，来，好野队第8階段8粒球。蛋的无好啊！上蛋的。你即摆是安怎拍羽球？过网就好。有过无？你过网尔都拍落去啊！能收收。迄个囡仔蛋的，红的你蛋的。红的啥无？你是叫我食的啊？不是。你哦，甲恁队友回信的。开始我蛋波波，8粒嘛袂歹啊啦，袂7粒，应该是恭喜7粒啦。哎呀，冠军啊！好来，哇！三组的这个成绩拢出来啊！出来啊！第1名是好野队7粒球。哎，恭喜！红包。哎呦，今仔日啦，非常的欢喜啦，哦，每一个比赛哦，大家只要团结努力吼，拢会使看到这个精神啦。这讲台南用心啦，给咱收一下，嘿，大家佚佗迄款感觉啦，啊，佫一个适应哦，在地哦，台南的新妇啊，好耍。好耍，加好料。啊，大哥来做，对。我要来做手工。哈？做手工？手工哦，来看卖啊！来看卖吼！来，行。咱这个所在呢，吼，讲叫做高雅里，吼，恁遮敢若有一个传统，嫁查某囝的时阵哦，敢若嫁纱手。较早吼，因为个有足济啦，啊，但是这嫁扫帚吼，较早咧迄落啊，咱爱有一个卡桶，啊，爱搁有一个椅啊，搁有一个拖棒，啊了爱有一支扫帚，表示讲这新娘娶伊非常的会骨力啦。骨力是做出来代志就对啊啦。嘿，啊，但是因为吼，阮这目前阮的里内，我有咧做扫帚，大部分会来甲阮买。是安那呢？是新明啦，要出巡，吼，伊嘛会甲买扫帚、扫路，吼，互新明好行。啊，搁有一点啊，做天地扫，天地扫。嘿，因为天地扫会扫涂骹，
较长的就是青厝顶，哎，后这变少的。听讲恁这高衙社区做扫帚足有名的。嘿，因为阮这做贵书扫，阮较早拢和人客做的啦，拢叫人吼种，啊，阮家己收转来。农村所在吼，你讲收什么？收西啊？这是什么草？这西啊，贵西。以前的人讲，毋是讲是叫做瓜嘛？唔是做扫帚就是瓜芒，无共款了。你叫做西啊？瓜芒吼，伊水，但是伊无动，伊可能吼你我扫者，规个嘿，啊，一般对阮这贵西吼，做一个扫帚，吼，日本啊做起米。我叫做贵树，啊，因为伊这扫帚一支扫帚会当用咧3、4年，你只要卖甲放喺涂骹，卖要变形。哎，正确的使用就对啦。所以讲你一般拢是这种大支的，嘿，大支这种，嘿对。偌济钱？哦，足俗的，一支300块呢。那这俗啦，安尼免来看两个头。啊，因为阮想要传承，因为阮较早是规庄拢爱白扫帚，啊，因为这个机的物件吼。啊，拢即摆遮少年啊，拢唔学啊，拢遮老的会晓。嘿，我从社团里。所以讲，我今仔日哦，带我少年来学一个，来学一个。20几岁，啊，60几岁，无，我没遐济岁。较早这项日本人来教，我拢外销去日本。嘿，啊，因为日本人教阮买的时阵，伊是咧扫啥？扫榻榻米。嘿。啊，了过，咱就改阮这啊做大头啊扫，咱就有咧扫涂骹。啊，但是即摆的人搁较惨，无人要扫涂骹，伊拢用嘴扫，用电动的啊。讲话对，拢会讲话，伊就甲咱扫。较早拢做迄大机的，即摆用这设计就用的。讲话方面啊，因为吼，就是讲这是一个少小人嘛。来啦，少年甲扫掉了。我请阮的妈妈。扑落来，不落叫的来，阮这妈妈袂歹啦，因为吼。我未介绍了，你是李长阳。啊，你好，大家好。我是高衙里的李长，我叫王月顺，月亮的月，孝顺的顺，但是吼，人也去甲问。王月顺李长是谁人无人捌，伊人拢叫我片名阿关，所以我做阿关李长，阿关姐啊，你介绍一个普罗的时间来教阮做。你好，要提醒做扫帚。来，啊，我搁派2个啊吼，踮边甲因辅导，安尼好。因为头起先吼，恁拄啊咧拔的时阵，这个头无好掠，因为这头吼，你一定爱出来地这草，地这草你较袂叫走去。咱这一定爱3步，一步拢是3连，拢固定的哦。咱进过来就是要填这扫帚，这个袂使伤暗。同款嘛是爱3连哦，嘿，同款嘛是3连，嘿对，啊爱整齐哦，袂使塌哦。过来就是填啊，填咱这个步，上针下针吼，拢爱对。咱的间隔吼，你即马咱厉害间隔就拢爱平平啊，拢爱平平的，就是讲吼，咱的间隔遐偌大，咱就逐步拢爱平大。好，过来是毋是？来，过来，这嘛是一字线啦哦。哦，来遮，嘿，就是。咱的天就是拢伊，安尼较水。好，你像咱这线是拢一字线，是不是比较整齐的水哦？啊那大家做会起来呗？真厉害呢！我感觉我的手，你真好做人嘞，我哪袂天的。真厉害呢！因为你的目做甲足水的啊，一目嘿，很平均啊，嘿。不过我较着吼，讲真诶，伫外口这做热，吼，我看你唔能够做咧，我这人送恁一支，吼。啊来，因为我内底吼有准备暗顿，哎呦，了，啊来上简单，啊简单食还袂枵的。哎呦，因为我简单煮吼，拢是在切切就平。无啦，好吧。谢谢啦。我内底嘛有准备阮的红菇啊、粿啊嘛有。对，好啊。
好，行。来，这样我这来。好，来，这。行，来，咱行再出门。我这票是落安尼啊。应该是。安尼看，像咱台南新界这所在，大家拢看过节。恁的预算遮悬呢，我已经遮久无食遮好啊。哦，阮也是食便当，就是食便当啦。嘿啊，而且食这青草竟然在座各位加起来岁数，佫比阮。悬2倍呢吼，都一个高长辈，呢，真用健康，这所在好水、好空气、好心情、好命，哇！哎，边说边吃啊！系啊，咱食，还有规工呢，阮咱台北来到台南这所在，主要是因为咱这台南幸福啦，幸福啦，吼，伊传看过这台南这个所在，好佚佗的所在，啊，佫嘛除了推荐的就较景点。虽然讲是我过来食，啊，毋过今仔日趁这个机会，才有法度好好熟悉这个所在。是。佫有文史工作者对无？啊，佫会当来做这个手工。无足侪所在，其实我拢毋捌手。南光中学我嘛毋捌伫今日入去。哦。系啊。啊，恁伫遮生活，你若是无接受到，你就袂入去啊。讲实在。系啊。啊，甲迄个学生啊，哪佚佗啦？系啊。你嘛足久无甲人佚佗啊？我青春活力哦。你足久无甲人比赛啊？你看你安尼过来台南，差不多10年有啊。10年。你感觉台南人的热情，甲台北有啥？咱看这道就知影啊。哎，来台南食这安尼一道，甲台北安尼食一道，迄计小无共。伊讲这叫做简单啦。系啊，简单煮呢，这种叫做简单。粗白的尔。系啊。鸡有够好食。啊，今仔咱来问一下阿喜啊啦。哇哦，你真正拢袂。好食。早起吼透早吼，啊，阮就为台北来。啊，伊嘛碰是嘛只忝的，但是听来讲要来台南哦，哦，足欢喜的。啊，有耍到啥无？其实今仔上特别是因为诗颖姐姐来，啊，伊吼是一个演员，伊本身应该较少来这种游戏的节目啦，对无？这种体验应该足特别的对。啊，毋过嘛听伊分享足侪故事，嘛互阮足侪鼓励。啊，佮伊翁。哦，你有这你也落甲真做伙。啊，你有甲恁翁唔着？莫问。啊无今嘛无翁啦，今嘛无翁。今嘛无翁。一个演员上重要是啥货？就是体验生活，对无？我学一课，多谢，好耍好耍。所以那高压你嘛是上礼拜来。对啊，足好耍的呢，做迄手工烧酒，足好耍的。啊，你有食着迄种新芽你无？我老实讲，你看足好食的，有够含的，迄表情食，足好食，足好食的。但是我感觉吼，什么粿，足好食。你的表情。什么粿？盐粿啊！盐粿我食无。你爱伫台北开一间啊？讲实在，伊哦，台南迄个薏米。哦嘿。哇，有够香的啊！我为着伊来二刷。这个物件哦，真正是爱甲当地这种感觉，这所在特产，咱伫台北拢食。而且在地乡亲甲阮介绍。对啊。阮原说阮规世人拢毋捌来过遮，啊，但是第一遍来就会使感受到恁的这个热情。恁今日食2项物件，恁感觉迄敢会伤甜？因为人拢讲台南人食甜。我感觉袂呢，袂吧？恁的米较合口味的大根嘛是拢。连迄个糯米拢袂讲介甜，对呢。所以新营算溪板所在啦，虽然讲伊算台南市，但是其实伊离台南市足远的，所以伊会家己发展出伊家己的文化甲食的物件，甲台南市无相共，口味无共。我买当特别给介绍，伊俩做花椰菜干。花椰菜干。哦，嘿，它是菜哦，不是花椰菜嘞，花椰菜干。这盐鸡哦。对，盐鸡。不得了，我一定专门这只西罗地蛋。我只鸡啊，人性化，老人咧来，人家咧来，伊就话。伊就感官嘛。我咧招，我来他。哎呦喂，好地狱，买啦。我跟你讲，
虽然讲我是台南人，我嘛是台南人。看袂出来哦。啊，当然咯，差你一点点啊。大家报了袂错，我点动很久啊。是嘛，无来过新年。我无来过。你感觉咧？我感觉甲台北的人差足济。伫咱迄个米大的时阵，若是伫台北，大家拢哦，卖搞我伫迄米大，大家拢哦，足济话会通讲的咯。对呢，对。高追。凊彩问边仔人讲，啊，因两个要烧钱无？拢唔惊死。交关10块，伊嘛加钱。真的真啊！南部的人真正足高追的。另外你家己本身哦，一定要来到这个所在。啊，听人讲哦，无感觉。家己来体验，亲身来体验。啊，咱内底有一个演员叫海山。哦，你有一个做啥物人叫海山？啊对啊！哎，今日问几啊摆的，你第一个认出来啦。你主要袂介绍，因为大家拢介绍过啊嘛。剩我感觉这物件台南物件最好食，足特别的。普通是咱咧食米肠，外口佮用一个大肠甲烤起来，大肠包小肠啦，根本无食过。然后佮有这乡亲啊，佮会斗阵安尼车饼，我足热情，足好耍的啦。啊，佮有伫迄姊仔迄店啊，佮政府咧输赢咧做公益。你今仔日上班，伊就算bingo 对啦，就是做公益安尼。然后我平常时嘛无机会来到台南遮咧佚佗。哇，看安尼，但交着女朋友，我要甲带来遮佚佗安尼。啊，免啊，你即摆爱带，即摆带吗？即摆唔知要带多一个哟。即摆叫就这样通叫的。平常时哦，咧电视上啊，因为阮的工课哦，有当时啊出外景，哦，台湾四界走。是啊。啊，这个所在我是真正毋捌来过。哦，啊，高野扫帚真有名，我嘛是因为同影啊，才知影讲这有扫帚还是扫帚。讲会使来体验做迄扫帚以外，佮有后壁迄红菇粿。红菇粿嘛，就水诶，可以啊，对，使来做红菇粿。哦，红菇粿，嘿啊。哎，今仔日就真欢喜哦，希望咱后一回咯，过这缘分。啊，你来加阮呢？连讲阮若来时阵哦，我甲阮存者较简单。简单如何？啊，阮邀请，你讲那有什么问题？邀请这姐姐来甲阮画一个欧北威廉 fighting 好啊？来啦！欧北威廉 fighting。啊，你两问看是对。这是我婆婆。你敢知影我是啥？我知啊，我是谁？哎呦哎呦！哦，啊，你敢知影我是啥？哦，来，啊，这，你的高台啦，你的高台。水的啊，恁是囡仔嘛？有啊，3个囡仔。3个啦。对啊，结婚的。我等唔知啦。顶礼拜。妈妈，今天你若讲会出名，我直接转来台北，我快直接。看迄落啥？有。看倒呀。对啦，敢有像倒一个？阿勇啊。阿勇是像啊。你更加死了。海产呐，海产的啦，海产都规罐啦，哎，上欢喜的，上欢喜的，上欢喜的，我是志玲啦。阿喜，哎，阿喜，这就危险嘞，这就危险。然后我们今天做啥？你知道吗？爱唱歌。都是哎呀，好钱耶！啊，你不要去唱迄无版权的啊。都一条歌无版权。多啊！你来讲我。一条歌。无版权。其实有咧，有的歌条街哟 ，AI 哟 ，AI 选的歌拢无版权。对啊，我即摆对无？即摆迄个王立伟，你若歌真係紅着，從容容，游刃有餘。講大意，那是勇勇公公，游刃有餘，哎呦厲害哦！公公公，甲即馬變做是做棍帶爬，連棍帶爬，連棍帶爬。幾種？幾種啊？幾種？上到我要嫁啊！使種地，使種地。老師玩家，扫帚可以使扫帚的啦。你講緊